这个声音是2018年嘉义太保那边台湾灯会宗教区有佛像藏传佛教的，播放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，六字大明咒藏传藏音唵嘛呢叭咪吽施舍那个缩水，施舍那个厨余给那个恶鬼道众生要念唵嘛呢叭咪吽舍，唵嘛呢叭咪吽舍，舍是施舍的舍。六字大明咒帮助到那个好像三恶道呢，地狱恶鬼、畜生道都有帮助到啊。